事隔2年，巴勒斯坦一帶嘅衝突仍然持續不斷，甚至蔓延至其他阿拉伯國家嘅領土。大批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國際社會開始同情巴勒斯坦人。聯合國上表態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嘅票數更加達到新高，甚至喺美國掀起一股反戰浪潮。究竟1948年嘅以色列獨立宣言係點樣令猶太民族重建民族家園呢？同時又係點樣導致巴勒斯坦人走向大流散嘅悲劇？大家好，我係 Movie History， 呢個頻道主要通過電影解說同大家探討下電影背後帶出嘅議題同埋啟示，同時亦都會間唔中個別講解的歷史議題，同大家分享多啲過往發生過嘅事，點樣影響我哋而家身處嘅世界。中意我哋影片嘅話，記得 CLS。想進一步支持我哋嘅話，仲可以加入我哋 Patreon 會員。而今日我會同大家講下從一次大戰到二次大戰之後以色列建國嘅歷史。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鄂圖曼帝國遭受嚴重嘅傷亡同埋損失，並且面臨住嚴重嘅物資短缺，國內隨後陷入大規模嘅饑荒，死亡人數超過300萬人，佔總人口 15%， 從而影響咗原先巴勒斯坦嘅種族比例。與此同時，巴勒斯坦嘅猶太人獲得代議政治同埋自治嘅權利，英國人亦都壟斷咗政府最高嘅職位。有才幹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亦即係所謂嘅巴勒斯坦人，被排除於外。自1920年起，亦即係英國託管統治時期，大批猶太移民湧入巴勒斯坦，並喺戰略要地建立根據地。從一次大戰結束到1926年，猶太人嘅人口就已經佔咗 18%， 比1917年 6% 增長咗3倍咁多。直至1929年，全球面臨經濟大蕭條嘅危機，巴勒斯坦嘅猶太人口增長先至停止。踏入30年代，納粹黨喺德國逐漸抬頭，並且不斷迫害同埋驅趕猶太社群，將大批猶太人逐步送入集中營。但由於美國同埋英國等等嘅國家制定具歧視性質嘅移民法，好多德國猶太人都無處可去。1936年嘅柏林奧運更加為納粹德國樹立咗和平友好嘅形象，掩蓋咗猶太人被迫害嘅實況。加上當時反猶主義喺歐洲盛行，好多歐洲嘅猶太人都去咗巴勒斯坦地區。到咗二次大戰爆發前夕，猶太人喺巴勒斯坦嘅人口已經佔咗30%以上。猶太人嘅經濟更加超過咗當地阿拉伯人嘅經濟。巴勒斯坦嘅經濟同埋人口轉變，加上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持續嘅軍事擴張，猶太人已經逐漸具備統治巴勒斯坦嘅條件。亦都因為咁樣，自1920年代起，巴勒斯坦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越嚟越不滿。喺1930年代，大批群眾發起示威同埋罷工，但英國人普遍以嚴厲手段鎮壓示威。喺1930年代，巴勒斯坦人嘅反抗規模變得越嚟越大，抵抗手段亦都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定期會爆發暴力事件。特別係受過教育嘅中下階層，對於精英階層嘅和平協商態度感到不滿，於是乎佢哋就組織咗激烈嘅武裝團體，抗議英國人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其中佢哋就成立獨立黨，以爭取阿拉伯國家嘅獨立。雖然每當巴勒斯坦嘅暴力動亂爆發之後，歷屆嘅英國政府都會重新審視巴勒斯坦嘅政策，例如1922年嘅丘吉爾白皮書同埋1930年嘅帕斯菲爾德白皮書，但呢一啲文件都只不過建議採取有限措施嚟安撫巴勒斯坦人，而且大部分政策都係喺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嘅壓力下，俾倫敦政府取消，基本上都無助於巴勒斯坦人受到壓迫嘅情況。與之相反嘅係，巴勒斯坦嘅精英名流曾經組織會議，嘗試同英國當局交涉，並且協調巴勒斯坦嘅抗議活動。但由於佢哋唔願意公開對抗英國，巴勒斯坦人意圖全面抵制英國同埋罷稅嘅要求被漠視。喺過去嘅20幾年嚟，巴勒斯坦人一直都未能夠好似其他英國殖民地一樣達成鞏固嘅民族陣線。歸根究底，都係巴勒斯坦嘅社會同埋政治等級制度，以及喺猶太人嘅幫助下，英國推行嘅分治法，包括籠絡精英階層入邊唔同嘅派系製造對立，以及建立最高穆斯林委員會，透過成立宗教團體削弱巴勒斯坦人嘅民族性，一來可以排擠巴勒斯坦嘅民族主義組織，二嚟又可以分散巴勒斯坦領導階層嘅注意力，等佢哋無暇成立全國嘅民主代表機構，
進而削弱巴勒斯坦嘅民族運動。不過，雖然分治法的確取得一定成效，但巴勒斯坦長久以嚟同英國人談判無果，加上巴勒斯坦人對猶太復國主義積怨已深，喺1936年6月，巴勒斯坦嘅民眾就發起咗為期6個月嘅大罷工，由全國各地嘅青年同埋中產階級主導，最後令到巴勒斯坦嘅精英階層放低分歧，成立阿拉伯高級委員會，領導同埋代表成個阿拉伯人口。喺1937年7月，由英國皮爾勳爵領導嘅委員會負責處理巴勒斯坦嘅局勢，得出咗喺巴勒斯坦嘅部分領土上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以及驅逐領土上20幾萬阿拉伯人嘅決定，但其餘領土仍然由英國嘅勢力控制，再次否定咗巴勒斯坦人嘅自決要求。委員會嘅決策導致咗罷工演變成激烈嘅抵抗。喺同年嘅10月，巴勒斯坦嘅武裝起義席捲全國，史稱巴勒斯坦大起義。英軍失去咗部分城市同埋農村嘅控制，幾乎全國上下都支持起義軍。但巴勒斯坦內部就住係咪應該同英國人妥協，出現咗嚴重嘅分歧。即使起義初期起義軍取得短暫成功，但喺嚴重內耗下，起義最終都係1939年8月被英軍鎮壓，巴勒斯坦人遭受嚴重嘅傷亡。其中最駭人聽聞嘅事，莫過於當時英軍為咗報復起義軍，將巴勒斯坦嘅囚犯綁喺裝甲車上，防止起義軍嘅攻擊。數以千計嘅人遭到監禁，幾乎所有民族主義領導人被流放，多名嘅起義領袖被處決，例如法爾漢、薩瓦迪。呢一場起義令到巴勒斯坦人喺政治上陷入4分5裂嘅局面，同時亦都導致巴勒斯坦嘅經濟受到削弱，無法抗衡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特別係喺起義期間，猶太人獲得大量武器同埋訓練協助英軍鎮壓，其中嘅猶太準軍事組織哈加拿就由巴勒斯坦嘅猶太人代表組織猶太事務局管理，令到猶太人嘅勢力進一步壯大。喺起義結束後冇幾耐，喺1939年9月，納粹德國揮軍進攻波蘭，揭開第2次世界大戰嘅序幕。英軍一定要重新制定政策，以穩定英國喺巴勒斯坦嘅管治。為咗有效安撫憤怒嘅巴勒斯坦人，當時嘅張伯倫政府就發表咗一份白皮書，規定限制巴勒斯坦嘅猶太移民，並且承諾喺5年後建立代表機構，喺10年內實現自決。喺戰爭期間，就超過12000名巴勒斯坦人加入英軍，加強咗巴勒斯坦嘅武裝力量。不過，佢哋並未成立一支獨立嘅部隊，加上巴勒斯坦嘅領導人仍然流亡同埋被囚禁。巴勒斯坦人冇一個準國家，又或者軍事機構。當巴勒斯坦人設法同外國官員會面嘅時候，都只不過屬私人性質，並冇官方地位。喺1940年代，德軍先後開闢北非同埋蘇聯戰場，喺北非嘅利比亞同埋蘇聯嘅高加索地區上威脅巴勒斯坦嘅安全，令到猶太嘅移民速度進一步放緩。而隨住德軍深入蘇聯腹地，納粹高層亦都執行咗所謂嘅最終解決方案，針對歐洲嘅猶太人執行種族滅絕嘅計劃，大大刺激咗猶太復國主義。喺1942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袖就喺紐約嘅彼得摩爾酒店舉行猶太復國主義會議，其中就包括後來嘅首任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里安。佢哋喺會上宣布彼得摩爾計劃，首次公開呼籲將成個巴勒斯坦變成一個猶太聯邦。與此同時，猶太復國主義分子不斷加強軍事力量。喺戰時英國首相丘吉爾嘅支持下，喺1944年，英國陸軍組建咗一個猶太旅團，為本身已經具一定規模嘅猶太復國主義軍事力量提供訓練同埋作戰經驗。另外，喺1945年3月，喺英國嘅主導下，埃及、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同埋外約旦等等嘅國家成立阿拉伯國家聯盟，以協調阿拉伯國家嘅方針，顯示英國將重心傾向同其他阿拉伯國家結盟。加上阿拉伯國家過分依賴英國人，內部組織結構簡陋，冇現代國家嘅機器，更加冇中央組織嘅軍事力量。而且雖然同為阿拉伯人，但周邊嘅阿拉伯國家對巴勒斯坦各有盤算，所以巴勒斯坦人自然處於弱勢，並冇可靠嘅阿拉伯盟友。雖然猶太人同樣受到英國嘅軍事壓制，但有別於巴勒斯坦人，猶太機構準國家組織唔單止係國際社會上同各國談判，同時亦都為巴勒斯坦嘅計劃籌集大批嘅資金。而且自1936年英國禁止猶太人購買土地，
部分嘅猶太地下組織，包括伊爾貢同埋萊希，就頻頻發起針對英國官員嘅暗殺，甚至對政府機構發動襲擊。雖然英國人同哈加拿合作發起狩獵季行動，鎮壓猶太嘅地下組織，但針對英國嘅武裝反抗仍然未平息。而隨住二次大戰結束，以往同英國合作嘅哈加拿更加聯同兩大地下組織組成聯盟，發起猶太抵抗運動，挑戰英國喺巴勒斯坦嘅管治。放眼於國際形勢，美國同埋蘇聯已經取代咗西歐國家，成為新嘅兩大強權。美國嘅軍事力量早已滲透北非同埋中東地區，猶太人亦都透過佢哋喺美國同埋歐洲嘅聯繫同埋地位，成功爭取到外國對於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嘅支持。時任嘅美國總統杜魯門就認同猶太人喺巴勒斯坦建國嘅計劃。喺1946年4月，英美兩國就住成立調查委員會，商討點樣解決巴勒斯坦嘅問題。美國傾向將歐洲幸存嘅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但英國就主張繼續限制猶太人移民，以避免同巴勒斯坦嘅阿拉伯人以及新成立嘅阿拉伯國家爆發衝突。但戰後美國勢力嘅抬頭，委員會最終接納美國嘅建議，接納10萬猶太難民到巴勒斯坦。呢一樣嘢意味住英國喺巴勒斯坦唔再具有決定權，美國取而代之成為中東地區嘅主導者。喺1946年6月29號，英國當局發起阿加莎行動，大規模搜捕猶太嘅武裝人員同埋突襲猶太事務局，以回應猶太復國主義嘅威脅。喺同年嘅7月22號，為咗報復英國人嘅行動，伊爾貢同埋萊希就喺英國總部所在嘅大衛王酒店放置炸彈襲擊，造成91人身亡。隨住巴勒斯坦嘅局勢失控，加上戰後英國面臨嚴峻嘅財政問題，以及印度獨立運動嘅衝擊，英國人再冇能力可以控制到巴勒斯坦嘅局勢。喺1947年，時任英國首相艾德禮交由新成立嘅聯合國處理。喺5月，聯合國應英國嘅要求，成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處理戰後巴勒斯坦嘅問題。喺11月29號，聯合國大會通過第181號決議，將巴勒斯坦分為猶太國家同埋阿拉伯國家，並且將聖城耶路撒冷變成獨立個體，交由聯合國治理。相比起1937年嘅皮爾分治方案，當初英國人設想嘅猶太國家只不過係佔巴勒斯坦17%嘅土地，但1947年嘅聯合國分治方案將56%以上嘅土地劃歸猶太人，而佔巴勒斯坦人口2%嘅阿拉伯人就只係得43%嘅土地。而且根據分治方案，巴勒斯坦被分為4個地區，各個地區只係得狹窄嘅通行地帶。阿拉伯人隨即拒絕計劃，並同猶太人爆發衝突，而巴勒斯坦人亦都面臨大災難嘅到來。所謂嘅大災難，其實就係指巴勒斯坦人遭到猶太人嘅驅逐同埋迫害嘅過程。自1947年11月13號起，猶太復國主義嘅準軍事集團就已經發起巴勒斯坦嘅軍事行動，擊敗咗巴勒斯坦嘅民兵部隊同埋阿拉伯嘅志願軍。喺1948年4月，猶太人就發起咗 D 計劃，向全國各地發起大規模攻勢，接連攻佔多個重大城市，以及西耶路撒冷嘅阿拉伯居民區。大部分嘅阿拉伯人口都有計劃咁被清空。喺1948年4月9號，耶路撒冷附近嘅代爾亞新村更加發生針對巴勒斯坦人嘅屠殺，導致大批巴勒斯坦人紛紛逃離家園。同時，著名嘅巴勒斯坦軍事領袖、聖戰軍嘅指揮官阿卜杜卡迪尼侯賽尼喺戰爭中犧牲，大大打擊咗巴勒斯坦人嘅士氣。喺1948年5月14號，猶太人宣布建立以色列國。喺第二日，包括埃及、敘利亞、約旦、黎巴嫩、伊拉克等等嘅阿拉伯國家就組成聯軍向以色列宣戰，史稱第一次以亞戰爭。雖然以軍面對住7個阿拉伯國家組成嘅聯軍，但無論喺人數同埋火力上，以色列都佔有優勢。一嚟大批有作戰經驗嘅猶太人回國參戰，二嚟就係全球猶太富商嘅捐贈，令到以軍能夠短時間內成為一支強悍嘅軍隊。不過更加重要嘅係，當時阿拉伯聯軍嘅質素同埋參與程度不一，沙特阿拉伯同埋也門幾乎都冇現代化嘅軍隊，黎巴嫩軍就未有越過邊界。而另外4個國家嘅部隊，其中外約旦同埋伊拉克嘅軍隊就被英國禁止進入分治地區入邊嘅巴勒斯坦嘅猶太區，只係得埃及同埋敘利亞未受約束，
所以喺種種原因底下，以色列先至能夠順利贏得戰爭，鞏固巴勒斯坦嘅主導權。戰爭結束之後，以色列獲得更加多嘅巴勒斯坦嘅領土。原本以阿拉伯人為多數嘅巴勒斯坦，轉變成以猶太人為多數嘅國家。巴勒斯坦人所擁有嘅土地同埋財產被剝奪。喺130萬嘅巴勒斯坦人入邊，至少有72萬人成為難民，大多數都逃往鄰近嘅阿拉伯國家，以及未被以色列佔據嘅西岸同埋加沙地區。以色列人控制咗前巴勒斯坦託管統治地嘅78% 嘅領土。戰後巴勒斯坦嘅阿拉伯人口只係佔戰前嘅1/5。更加可悲嘅係，巴勒斯坦人並未守住剩翻低嘅22% 領土。西岸地區同埋加沙地帶分別俾外約旦同埋埃及佔領，而耶路撒冷嘅東西兩部就分別俾外約旦同埋以色列佔領。唔單單係猶太人希望佔據巴勒斯坦，外約旦都一直覬覦巴勒斯坦嘅西岸地區。當時嘅外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一世就同英國人達成秘密協議，一旦英國嘅託管統治結束之後，外約旦就會即刻派遣阿拉伯軍團佔據分治方案入邊分配俾巴勒斯坦人嘅西岸地區。喺戰爭期間，呢一支由英國人武裝、訓練同埋指揮嘅部隊就成功阻止以色列征服西岸同埋東耶路撒冷。呢一場戰爭唔單止令到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園、財產同埋資本，同一時間亦都摧毀咗巴勒斯坦人嘅權力同埋經濟基礎。為數唔多嘅政治組織，例如獨立黨等等，都因為大災難而解散。巴勒斯坦嘅政治因而出現真空。以色列軍方對於巴勒斯坦人嘅地區有住近乎無限嘅權力，能夠隨時監控巴勒斯坦人。佢哋由原本嘅大多數成為以色列嘅二等公民。雖然喺1948年9月，前阿拉伯嘅高級委員會成員喺加沙地區成立全巴勒斯坦政府，不過並未獲得國際社會嘅承認，而且實際嘅行政權喺埃及當局。阿拉伯國家為咗避免同以色列發生衝突，亦都少有積極支持巴勒斯坦嘅復國運動，甚至乎阻止巴勒斯坦人嘅組織發動對以色列嘅攻擊。外約旦更加壓制巴勒斯坦嘅民族主義運動。自此，流離失所嘅巴勒斯坦人同時受制於3個唔同嘅政權，冇一個真正屬於佢哋嘅身份同埋土地。從1次大戰後到2次大戰後巴勒斯坦嘅歷史，我哋都睇到猶太人係點樣運用佢哋全球嘅影響力，一步一步咁發起復國主義運動。即使巴勒斯坦人曾經嘗試實現自治，但由於外國嘅干涉、難以解決嘅內部分歧以及缺乏現代嘅國家機構，都令到巴勒斯坦嘅問題更加複雜。2次大戰嘅爆發更加直接注定巴勒斯坦人失敗嘅命運。緊隨其後嘅巴勒斯坦爭奪戰，唔單止導致巴勒斯坦嘅政體遭到嚴重嘅破壞，大部分嘅巴勒斯坦社會亦都被連根拔起，成為新嘅以色列國國土，宣布一場大流散嘅來臨。喺接下來嘅日子，究竟巴勒斯坦人係點樣嘗試搶奪巴勒斯坦嘅擁有權，甚至乎聯合其他阿拉伯國家攻擊以色列呢？而以色列政權又係點樣回應巴勒斯坦人嘅行動呢？